继续，这件嘛是发生伫个基隆，这是深夜发生的离奇的车祸。先是伫个中正路有一个女骑士，互伤仔车撞到，但是撞到人的驾驶落跑。过无偌久，伫个隔壁区的中平街，有几啊台的汽机车互下撞，讲竟然是共迄台伤仔车撞的。尾也发现迄台车互等伫个安中产业道路，目前还咧追查驾驶的下落。 骑士骑车骑到一半，去互一台伤仔车正面甲撞落，机车倒伫涂骹，加上因为落雨地面真滚，规个人连人带车向后壁喷50公尺远。警方甲救护车到现场，发现涂骹有血迹。轰动的迄个女骑士伫安全部爬爬起来，送上病院治疗。就听到嘣，然后我回头看的时候，那个厢型车就跑掉了，很快，他就撞完之后他就。 油门吹了就跑掉了。刚弄到煞车驶来做移走，这件车祸发生伫昨暗11点，基隆的中正路。后来警方发现，这个驾驶唔拿掉速逃走，搁惹出着其他代志。画面中，红看到打油门逃走的这台车，就是掉速迄台。红发现伫离头前的车祸地点超15分钟的中平街，下落路边2台奥多麦甲1台汽车，警告监视器翕到车头拢已经歹甲真厉害，搁伫车路顶爬走。这大概是在几点的时候？住在那边啊，撞击，然后他车子开的速度很快的。速度很快。 回头看车祸发生的时间，昨暗1点多，先伫中正路撞到女骑士，刷落来，佮出现伫中平街下撞汽机车，连续造成2件车祸，拢掉速逃走。警方落尾伫今仔日早起1点，伫安中产业道路发现等伫路边的这台车，实际来到现场，车头害甲真严重，挡风玻璃破去，然后变形。针对这件案件，基隆警察局已经组成专案小组，要全力追查驾驶的下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